有睇開別墅嘅客人咧，都知道咧，傳統半山啊、跑馬地咧呢邊咧嘅別墅供應咧係非常之少嘅。今日我哋嚟到南塘道咧參觀一個全新嘅別墅啦。咁南塘道呢邊咧算係比較寧靜，但又方便去到銅鑼灣嘅位置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呢度咧提供咗18棟嘅別墅啦，全部尺數咧都係介乎於4000到4600尺。咁我哋今日睇呢個單位咧係一個發展商嘅示範單位裝修。再嚟到客飯廳嘅位置啦，咁可以見到咧發展商喺裝修上面咧用咗一支純白色，好似法式咁嘅裝修。咁喺呢度咧就放咗一個10人嘅飯台啦。咁咧再過嚟另外一個優點咧就係咧呢度嘅層高咧足足有差唔多4米高啊，咁就非常有氣派。入到嚟廚房啦，可以見到廚房嘅空間都真係比較大嘅，而且發展商已經為你配備咗咧所有嘅電器啦，好似呢啲 Miele 嘅雙門大雪櫃啊、蒸焗爐啊之類，咁所有電器咧都一應俱全。咁廚房另外一邊咧同飯廳咧都係連接住呢個中空嘅花園啊。咁可以見到咧喺呢度咧，如果夜晚喺度嘆下酒啊，或者同家人咧喺度傾下偈，又或者招呼3-5個朋友咧喺度傾下偈咧，都非常舒服嘅。1樓啦，就係呢個別墅嘅睡房區啦。首先最左手邊咧就係個工人房嘅位置啦。咁除咗有公民套咧，咁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有自己嘅 pantry 一個廚房啦。咁工人可以自己煮嘢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夜晚肚餓咧，都可以叫工人咧煮宵夜俾你食。經過走廊啦，我哋嚟到第1間套房啦。咁發展商喺每間房咧都用咗唔同嘅色調。呢度咧有少少一個淺綠色啦，俾人一種好柔和嘅感覺啦。咁呢間套房咧都自己配備咗一個衣帽間同埋客廁。咁大間別墅咁有自己嘅私人電梯啦。咁穿過自己嘅私人電梯咧，就嚟到一個偏廳嘅位置啦。咁偏廳呢度咧就可以同小朋友喺度玩下，或者夜晚瞓唔着覺咧都可以出嚟咧睇下電視咁樣。再嚟到主人房咧，主人房都有自己一個玄關位啊。首先我哋睇左手邊咧係一個女主人自己獨立嘅衣帽間啦。咁女主人咧就最喜愛啦。咁嚟到呢邊咧就係主人嘅套廁啦，係咪一種好 Rosewood 嘅感覺咧？嚟到右手邊啦，就係真正主人房嘅空間啦。咁咧喺呢邊咧做咗一個男主人嘅衣帽間啦，但係咧主人房嘅空間感咧都係非常大，而且咧望翻外面咧樂園嘅位置啦，咁私隱度都比較高。上到嚟天台啊，天台嘅面積足足超過1300幾尺。咁如果咧搞一個大型 party， 招呼10幾個朋友啊，或者喺度搞個燒烤嘅話咧，呢度就最合適啦。如果想睇樓或者要更多筍盤資料，記得聯絡我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